科學家相信呢，佢哋以為我哋好多人揾到個意想不到嘅方法做到呢樣嘢。介紹下 Elliot。舊年喺學校老師嚟講 Elliot 嘅記憶力好似唔太掂，可以再改善下。Elliot 嘅閱讀同寫作都未達到應有水平。Elliot 係個好仔，不過佢好難集中精神。佢以前成日返屋企就坐喺電視機前面，想佢做功課真係一件苦差。特別係佢寫咗落紙嗰陣好有困難。其實講真，我自己對於上堂呢回事真係冇咩興趣。我覺得大部分課堂都幾悶。我返到屋企就除鞋，擺低個書包，除咗件外套，就冇咗梳化度開電視嘅。但係今年 Elliot 身上發生咗一件好特別嘅事。Elliot 被佢哋參加牛津大學嘅 Durham 郡學校舉辦咗一個科學控制實驗，被此中嘅小朋友嘅某啲科目成績落後。喺呢個實驗入邊呢，佢小朋友每日要食6粒藥丸。科學家想睇下呢啲藥丸可唔可以改善小朋友學習嘅方式，提升佢哋上堂專注同記憶嘅能力。只係過咗幾個星期，家長同老師呢就開始發現到有驚人嘅改變。真係好神奇。Elliot 開始食藥丸之後頭2-3個月，佢對學習明顯有多嘅興趣。佢會去圖書館，對理電視就冇咁大興趣。見到 Elliot 真係有咁大改變，真係好開心。佢嘅閱讀能力真係突飛猛進，我哋嘅閱讀年齡提升咗2年，所以佢而家好想嘅書真係一啲書都唔放過。唔係啊，我而家對佢電視佢嘅興趣，我淨係中意佢書。成個世界最好嘅地方就係圖書館，我非常中意佢。呢個並唔單止淨係艾略特一個人。試驗中啊，好多服用相同藥片嘅兒童喺閱讀、記憶力同埋注意力方面咧，都表現出咗好大嘅提高。研究結果咧，證實咗先前研究嘅發現。咁藥片裏邊嘅成分係咩嘅咧？呢個唔係藥物，呢個唔係藥，佢係一種天然物質，喺一啲油性魚類中咧發現嘅，被稱為 Omega-3。咁佢似乎對大腦有住簡單但非凡嘅影響。Omega-3 可以幫助學習，因為佢令腦細胞之間嘅信號更容易跳過空隙。科學家相信呢3種成分唔單止可以幫助喺課堂上落後嘅小朋友，仲可以提升我哋好多人嘅記憶力同專注力。